就是死不少人，你这边被日本人毒死啊！如果被日本人杀不少。后来他们现在的亲戚这边住在这里的哦，还有我们啦，还有。 Hamo Widang Yudo, Widang Yudo Tamamu, Widang kepada Bung Ham Toku, 我是雅各东部属过和平，雅各根尼布，我现在来和人这个部落哈，他们为什么叫那干？这边的人几乎都是大同大理的人，这边是大同大理的。 Kenah ino, kenah dia kenalan, 从大同大理经过清水山，那谁水呢？谁马不黑那个太阳，那是日记时代。说灭阿当黑尼的，灭阿当黑尼呢，还都他们延伸又走，从这边把嘎啷去呢，他们又从这边延伸到河中。河人部落masuk Kenagan。 Kenalan kembali berkali teruk， 就是为了这个虚底阿尤尼呢，亚尤尼呢，出块都是森林，森林的地方看起来都是不幼后来有一次台风，把这个森林冲走了，冲走了，人家一看从山上这样下来看，从这边看呢，慢慢这个Kenalan那个亚尤尼呢，他的名字就是从这个由来。 Kenalan 是扫过的意思，这个Kenalan 的 Kenalan kembali berkali teruk， 现在就和人。Gukut 是他的，因为我们的延伸就是，即使巴黎邦喊的Gukut 的意思就是。 我们煮饭那个，我们不是放3个石头，那个叫做乌骨，就是这样的由来名称。所以，我为什么说河中部落99.9%是大同大理的，就是从经过河人，你的乌骨你的Kenalan你muda Yaman你16年呢，16年呢，阿当ini balik ya阿当他sapahkan了巴老人，我跟黄长青，我到那边。 Rosong ahan ya man, rosong kali terus kuah, sapah ima hendak sapah他干了dia kan， 所以说河中的部落几乎都是99.9%是大同大理的。 太鲁阁族从南投一带迁徙至现今太鲁阁国家公园一带，之后又有一些族人从大同大理迁徙经过清水山，先后落脚至和平一带，期间与对岸奥华部落的泰雅族争猎场发生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征战。后来日本政府的入侵，和平部落族人遭受疟疾之苦，近乎灭村。
这边有一个部落，我说，那个西底的那个平台有没有？这边的部落，以前德鲁古的部落哈，被日本人毒死很多。根尼布卡里尼亨吉的，但是我们的原住民的话是根尼布湾，根尼布湾的意思是什么？以前就是跟奥花打架嘛，就是从下沙鸟阴沟那边有一个水，从那边这个都是战场，这里都是战场。为什么说根尼布湾？后来延伸咖喱山的根尼布的，哦，就是根尼布湾的意思就是说被围的意思，被包围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因为他们这样打过来，我们打过去，就是在阴沟那边把那个人，因为那边有水，他们经过水的时候被围起来，都是杀人最多的。哦，对，就是阴沟，下沙加咖喱多古，这都是战场，一直到周水溪的上游都是战场，跟奥花，那是我们根尼布的人，阿兰根尼布湾，这个把你们阿罕，根尼布湾进去的，所以说这个我们和平这边的人也可以说99.9%了，都说大家看了，我可怕了。后来老人家，我的祖父母这样，他说我们要从那边要到我们的原住的地方是太远了，他说从这边比较近，这个又迁过来这边了。日治时代迁到哪里呢？桥头那边是那时候日治时代，后来中了马拉利亚，那个时候大概死了大概1半以上的人都跑掉了，所以说我们这边根尼布湾，阿罕呢，根尼布湾是尾的意思。以前为什么喜欢跟那个泰雅族？为什么会一直跟他们打架？为什么？不同文化嘛，语言因不那个，文化又不同，当然说跟他们不一样啊。当然会经常打你是他们我们微博里就是不一样。到了最后光复以后还在打，还在打，这边死不少人了。我们的人也还和那个奥花的人是。Biar namu kana ya ko hangan mo jiwang hauyo balebi penah ko alang bahingun gaga kuli tau sayha isuku miah mneke kenibo henida 早期是在医院服务的，也在花莲国军805医院嫁过来之后，因为要顾到家庭，所以是全职的妇女，因为外婆。从小也是看着外婆常常在那边织布，然后自然而然对我们自己族群的文化呢，真的很有兴趣。然后自己本身对手工艺方面呢，也非常喜欢。从年线开始，从家里周围种苎麻，都从小这样子看到大的。可是那个时候都不知道这种文化是很宝贵的。长大以后，外婆去世之后，才想到这个文化真的很宝贵。那我本身是因为对自己的族群文化工艺这个区块很有兴趣，然后对那个手工艺方面从缝纫开始非常有兴趣，后来就想到很想学织布，因为觉得从小看着外婆织布我自己不会，那就后来就是接触比如说社区的或者是泰管处的乡公所的各个研习，
我每一个研习我都不漏掉的去参加啊。我们主要都是接订单，那我是透过很多的研习，然后很多的社摊，然后认识了很多人，然后就以讹传讹，他们间接的都认识了我，然后我就靠电话接订单。好，就针对这2套衣服来说，我目前都有在做传统的跟现代化的改良式的。那传统式的呢，这一套呢是经过在乡公所，然后研习之后所呈现出来的。那因为使用方便性跟好保存跟清洗，所以使用了这样的材料。那现在这一整套是5件式的啊，我们的那个项链呢都是用异乙珠。透过织布来找回被夺走的文化记忆，同时在学习织布及族语的过程中，加深了自己与文化的关系。对他而言，不管是族语的教学，或者是织布的创作，都是能让太鲁阁族文化传承的方式之一。透过纹路及语言，让丑奶奶那边传承下来的来自祖先的智慧，将继续让太鲁阁的文化被看见。Masaw sundamat talangan namugaga dosdagay Masaw sundamat talangan namugaga dosdagay